今日就同大家一齊睇睇九巴277E 司機同乘客衝突事件。原本就係一場冷氣太焗嘅日常投訴，點知越滾越大，最後仲要搞到報警啦，乘客要集體轉車。表面睇好似係司機發火 VS 乘客拍片咁簡單，但喺網絡世界炸開之後，大家嘅觀點即刻兩極化。有人話司機太燥底，亦都有人反駁係啲乘客玩嘢，仲有人話拍片呢家嘢本身都係導火線，到底係咩一回事呢？嗱，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根據事主描述，事件發生喺12月7號中午，277E 由觀塘 APM 開車嗰陣，車上面嘅冷氣疑似有問題，於是就有人行去同司機反映。我哋先去片睇下啦。係咪打人？係咪打人？而家我就報。有冇人見到我喐手？你影我相？你影我相？你冇司機死，我唯有影你個樣。關佢事啊！影我相係咪？你冇掂我，你冇掂我。你冇掂我，頭先你打咗我下噶啦。你影我相，報警先。係報警。得。報警一齊。報警一齊報警。冇問題。佢喐手打人喎。我見到白。你影我相啊嘛？我影你相，你係打我啊？你影我相嘅，而家我錄你影咁，你咪殺咗我啊？係咪？影你相要打人啊？你點解影我相？點解？攞我相去邊度嘅？你冇司機證啊嘛？冇司機證我咪唯有影你個相咯。你同我公司講，同我公司講。我哋趕時間啦，我唔同你講啊。我同我講，你喺度搞嘢，我咪同你喺度搞咯。你打人喎？打人。全車人俾佢玩嘢，喺唔係站頭落車停車。而家全車人呢，就唔喺個站嗰度落車，又唔知行去邊啊！司機好九巴式嘅官腔回應，係咁噶啦，佢自動噶嘛，即係句句都係中規中矩，又唔係話好理會乘客嘅感受嗰種。跟住上車嘅人越嚟越多，車上面就越嚟越熱啦。有乘客頂唔順，決定直接帶埋屋企人，要求轉車轉乘下一格。司機聽到之後就照做啦，停車俾佢哋落。但落完車之後，車廂入面啲人突然間又覺得個冷氣又好似喐翻咯，大家又叫翻嗰家人上車，就喺呢個上落之間嘅混亂，成功觸發司機情緒。佢似乎覺得自己俾人耍，好似做緊免費司機試冷氣咁，佢就嬲住啦。事主話佢嗰陣同司機講冷氣變翻大啦，可以開車，點知個司機唔理佢，仲要企喺度繼續講嘢，個態度明顯係唔忿氣。事主就開始不滿啦，於是就拎手機出嚟想影低車長證，諗住用嚟投訴，點知佢搵唔到張證喺邊。另一個男乘客有加入拍攝，司機就拍落咗男乘客隻手，阻止拍攝。呢下手部嘅接觸即刻變成導火線，成功令到成架巴士嘅氣氛升到爆煲啦。從片段睇，司機最大嘅不滿就係影到佢個樣，男乘客最大嘅不滿就係司機喐手，兩邊都覺得對方欠缺尊重。最後警方到場調停，站長就處理乘客轉乘另一格。司機同男乘客互相道歉，都算係勉強收工。九巴表示已經將司機調離崗位，調查之後會再跟進。件事由事主 upload 咗上網之後，大量網民四分五裂，有啲人完全企喺乘客嗰邊，認為司機態度差，情緒管控唔合格，仲話巴士係公共空間，認司機嘅本身並唔犯法。司機嘅阻止甚至喐手就更加唔啱，而有另一邊就係力撐司機嘅，因為巴士嘅冷氣自動調節係連司機都冇權更改，而乘客有要求落車又上翻車，本身就已經係好麻煩，而司機每一日頂住嘅時間壓力、路面壓力、乘客壓力、情緒爆煲都算係正常。亦都有人話條片冇頭冇尾，唔知拍片之前做過啲乜。個男乘客係咪一早就已經串過個司機？
冇頭冇尾就無從得知成件事嘅真相啦。事主就話當刻唔識影全程，只係突然聽到聲就覺得唔妥，所以先開始錄影。但事主都已經好努力影低真相噶啦。大家成日以為影人就係侵犯私隱，但其實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講明，公共地方影人外貌本身係唔犯法。巴士屬於公共空間，影低司機嘅工作情況基本上係冇違法成分。除非你係特登影人嚟鬧，或者係跟蹤人嗰啲嘅極端行為，但司機拍打乘客手部就涉及普通襲擊嘅定義，究竟有冇用力或者有冇危險性，就要警方查同法庭判斷。而另一方面，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係有要求司機唔可以因為情緒而影響安全駕駛。但乘客亦都唔可以走近司機拍片講數，阻礙司機視線或者安全。換言之，兩邊其實都有法律框架底下嘅行為界線，只係到咗爭拗爆發嗰陣，雙方都冇再理邊條界線係越咗啦。縱觀成件事，大家就會發現問題唔係單純一方出錯，而係乘客同司機喺壓力底下嘅互相激化、互相不滿，再互相升級動作。公共交通其實最需要就係互相禮讓，但香港人喺車廂裏面嘅火氣，往往都係全城壓力嘅縮影。架車有局，趕時間，上落不便，司機一句講錯說話，乘客一句反擊嘅語氣，就足以令到場面升級到報警。明明大家都係想去目的地，結果就被困咗喺個原地同個陌生人鬧交啦。如果要講反思，其實司機只要喺第一刻輕輕講多一句，我睇下可唔可以調整下，唔好意思啊，真係好焗。而乘客亦都唔好將啲情緒全部倒晒落司機身上，而拍片更加係刀鋒位。影係權利，但影嘅方式要有技巧，唔好拎住部電話貼到去對方面前，挑起對方戰意。最後呢一單嘢可能唔係邊個啱邊個錯，而係香港人嘅情緒已經繃到好緊，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成為爆發點。公共交通只係一個舞台，真正推動衝突升級嘅，其實就係成個城市集體情緒嘅累積。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請 CLS 啦。